台北地检署侦办经花城案，民众党的郭文哲延长收押了后，第一届提审，廉政署呢嘛以证人的身份约谈黄珊珊。另外，法院第二届裁准扣押经花城的土地，议员简书培说是裁定的内容，甲伊公开，引起争议。 伫法庭的介护行路车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牵涉经花城案，伫验拿了后，头一届互人提审。 互人照提应讯的，也有台北市议员应晓薇，也有前郭文哲办公室主任李文忠。北检侦办专案未接提审在押被告，嘛传证人约谈。民众党立委黄珊珊亲身说明讲，有收到传票，车八就会到廉政署作证。我有收到传票，本来是约礼拜3，那我跟他改到今天约礼拜3有重要的议程，所以等一下院会结束，我跟廉政官约好了，所以我会到廉政署去作证。检方调查经花城案进一路做伙做，嘛申请扣押经花城土地核准，经过典外控告，高院发挥经裁，台北地法院第二届裁准，即马各有议员公开裁定的内容。所有的公开所知，既然是市政府给的。 我都会公开，但昨天给我的讯息，为什么我撤掉文的原因，是因为有政风单位告诉我说，民众党要开始找松山地震给资料同仁的麻烦。手提裁定资料，嘛捌伫面册专业答问。民进党议员简书培讲，法院认同检察官的主张，郭文哲有收乌西钱的事实，也引起民众党呛讲违反侦查无公开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嘛认为无应该公开。 我想一开始就不应该给，也不应该公开。依照法令，我们还是停止施工勘验。后面如果真的要勒令停工的时候，大概施工到什么程度？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他们来协调。经花城土地搁再互人扣押，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伊讲，目前也是停止时间勘验，若是有控告，也有待后续的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